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7月30號星期四，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8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503萬。由於連續3期頭獎冇人中，以及上期二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1830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82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梁世文醫生 BBS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通善壇安老院永遠名譽會長黃柏源博士 BHGSA， 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通善壇安老院係非牟利慈善團體，通善壇屬下社會福利署全面資助嘅護理安老院舍，地點坐落喺西貢白沙灣白沙台，佔地約2萬平方尺。全院設有50個社會福利署轉介嘅資助宿位，專為年滿60歲以上未能自我照顧嘅長者提供護理服務。院內設備完善，包括有耆康室、護理室等等，並且經常舉行各類型嘅社交及康樂活動俾長者，務求令到長者喺一個充滿溫馨愉快嘅環境之下安享晚年㗎。咁詳情可以瀏覽該院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7193902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8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4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4。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7。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5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5。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3。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8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8。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號、2號、14號、17號、23號、35號，而特別號碼係48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嘅，又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梁世文醫生 BBS 太平紳士以及黃柏源博士 BHGSA， 多謝晒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